大家好，我是高本，又到福气来的时间咯。我们是在米风吹、米文饭，都是农民辛苦在田土的地方晒尽日头流汗种出来的。谈起来，做农民是无简单的工作呢。不过我听讲在米农有一个阿哥，他每日带顿笑容去耕田，他种出来的米也按到笑容无敌微笑米。到底他有乜嘅快乐嘅本事呢？我们家家来请教佢吧。欢迎我们校长王伟成王大哥。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米农区蔬菜24班的副班长王伟成。欢迎王大哥。王大哥，头先我讲唔错嘅，应该唔系校长，讲关于校长当初，做乜嘅会按到校长呢？其实校长也个来由就系咧米农农区，还有安尼一条安尼耕田的农友啦，咁啊按咧。校长的来由就讲啊，因为俺拢笑容带着面红啊，拢一天就讲，让安尼多人啊，或多所有的农友都是安尼啊，都会带着笑容的啦。所以也个客家人都喊俺做校长啦。真是你的笑容真好呢。不过安尼耕田带顿笑容去嘛，希唔希请家己耕田去请好一个农业一件事情啊？其实很细时节咯。我冇面多讲啊，我为了耕田，因为我哋路卡咯系咧做泰利沙加工嘅啦。哦，等下，万世唔系耕田咧，万世路卡系泰利沙嘅。错。啊，用嘅路卡应该会接泰利沙嘅工作，用会转到农业嘅入边来呢？因为我做安买泰利沙，伊做嘅差唔多会2-3年咧。我啲係32歲嘅下有嘛，就2個書上。之所以冇辦法安尼做泰利沙，其他咯休息了2年，2年咧當中咯，我想講一2年做嘛，我就面到講啲米農咪田球灣度也有安尼農業好做，所以天家咯都轉講嚟種谷嘅，就谷類栽培一啲，所以種了2年，即家以主人嘅廠房，一家人漂移的谷料嚟種谷嘅。講咯，種2年，家講那個谷嘅還是冇想象嘅按好賺啦，因為一個當中啦太公包做到好，唔能會賺錢，做到唔好，唔會了幾多錢咯，也唔係講穩賺嘅啊。因為乜個原因咯？太公包做乜個影響人哋種谷嘅輸順啊？一個太公包伊個奇怪，伊係咧存那種球類類嘅培養嘅，能多谷嘅。所以伊迄陣都講也谷嘅谷包太公包有安尼攞到安尼插權咧磨好嘅權，磨好權嘅時間伊啲車時間搭埋夾，所以伊包錯嘅夾夾副權夾夾應車應過伊，所以唔會賺錢。講啦，咱慢慢嚟想講唔會賺錢嘅時間，咱轉啲田球行種農。所以係種嘅天嘅種嘅安尼作物就係安尼辣椒嘅。辣椒嘅，辣椒上到種辣椒嘅。因為啲辣椒嘅比較個簡單啦。個輕鬆一些。種嘅辣椒之後咯，想講因為一個唔係算高經濟作物嘅作物咩剛剛也是老人家剛剛過後種一類嘅作物啦。所以咱想講一幾年咱慢慢嚟轉種安尼토마토。錯。토마토伊算嗰度公嘅農作物啦，嗰個一年基本上就靠토마토嘅收入最多，因為人哋攞做網絡嘅栽培啊，對嘛，就用人哋最大嘅作物啦。唔過你係談講最厲害嘅唔係토마토係米數嘛，因為係想講。客人帶過來節目地方有介紹啊，有幾件農產品嘛。我係看王太國冇供用嘅，你帶過來一片嘅人，可能獎狀同獎杯，你同人介紹一下，一個做乜嘅有乜嘅特別嘅故事好嘛？一故事故事從兩個睇咋嘅可以先介紹一下。一兩個最大係你獎狀係你係送人哋去日本，去送米農會咯，送3個農友去比賽，去日本比賽。過咯，也當中咯，就係得到安尼日本嘅特別優秀生有史以來，你想講以前多件比賽最高分嘅100。有個比係比乜嘅啊？
比安尼的亚尼的蛋白质含量个人咯，还有亚烘烤技术，就是亚米质的荷包总分数加落，係分数最高。嗰時候也個係米嘅比賽，總以日本比，哇，很厲害呢！去日本人哋第一講日本嘅像月光米嗰度，貴豪士今年總米也真厲害嘛。嗰時候可以去日本得到一個特別優秀賞，哇，厲害呢！還有其他嗎？再來就講啊，1、2年嗬，就比賽呢托馬多啦。哦，托馬多也有。托馬多就講啊，就得到國人嘅第3名，我還有團體嘅第3名啊。團體啊，當然咧係第一，因為自家比嘅嘛。團體係用嚟比賽咯。團體嗬，就會講啊，就跟農友嗬，前3位人為一組。3位人地方咯，我哋咧分數嗬，因比賽分數就講話取最大分咧，最大分來你嘅天內萬人嘅數，你嘅第1名、第2名、第3名。所以一個用意就講啊，嗬，我哋3位人地方，萬人最大分，萬人嘅品質講蠻好，我哋會互相嘅去研究。依類又講啊，嚟跟客家人嘅品質嚟辦一同樣嘅品質。3位人地方最大嘅輔導期啊、幫期啊嘅成績期。按你用意就講，我哋米農嘅托馬多啊，品質啊，米嘅嘢會越來越好。越來越好啊！錯。嗰時候按神奇嘅比賽方式，我睇100檔到呢。除了按呢，我看到中間還有兩個係米嘅嘛。錯。米嘅可以同人介紹一下冇？一個米嘅嗬，係呢今年107年咧，你嘅米農企嘅，你嘅米嘅品質比賽啦，今年就有得到冠軍嚟啦。哦，黃太公真是幾厲害呢！去年呢係優勝，今年都冠軍呢。係，錯。哇，按種米種一丟嘅。種米嗬，其實我種米都見嗬，應該差唔多要到10年嚟啦。喂，10年咧？錯。哇，按你講嘅10年有成都用喺人家身上，很厲害10年。你之前喺1、2年才開始參加呢個比賽嘛？錯，係。你參加一個托馬多同米嘅嘛？黃太哥，按厲害，又唔係做嘅農業嘅，有乜嘅方式去增加自家嘅知識嘛？去參考別人，也係講有其他嘅方式呢？其實我以前嗬係蠻動人農業嘅時節啦，我會參考嗰啲老一批嘅嗰啲阿伯伯妹啊。而攏參考嘅時節咯，有非常幾番講嘅啊，我講嘅20年研究嘅時間，應該冇啊一幾番就交代起嚟。所以就免到講啊，也冇辦法講啊，透露嗰啲也只是本人啦。而家就想講啊，沒辦法。所以想講啊，有嗰啲農民學院啊，來學上課，來增加自家知識。讓嚟講啊，對嗰啲作物有冇能有幫助嘅啲栽培啊你啊。因為阿伯今年那個時間過長，冇法度用幾法度同嘅知識傳授俾人安尼講。你嗰時候能想到去上課，你有上過乜嘅課？像中古嘅有上過課冇？有，中古係另外講緊嗬多農地嘅接觸嘅過程啦。中古嘅因為古嘅類嗬，唔像啲啊用嘅種，用了解啊，我了解講啊用一種，那會產量好，那麼快嘅。包括一條栽培嘅技術，咱可以講啊來中古嘅啊。冇來唔曉得。一下尾就擺槍嘅就撩起嚟啊！按你講開嚟，唔看你種米按厲害，你是唔係種米嘅課程上最多？其實嗬，種米嘅課程係冇上過嘅。乜嘅啊？冇上過一個課程。種米種到冠軍冇上過。哇！我睇過按你上可能算天才嘛？冇啦，還是用心啦。個用心嚟種，咁有法都可以種啲好嚟。唔過除了上課，上課。睇哪上啊？對南部上到中部攏有喎。都對南部到中部去。錯。你上課都上1周啊？上課啊，話有的會半年嘢，有的會最冇話2禮拜。2禮拜，哇！你有算過這個上課1年差唔多上1道課嗎？1年咯，1年底本我會上課時間嗬，係你睇中4波時間。因為佢係好閒。4波4下伊就旁就野皮了，不用睡就安尼啊，佢吞嗬，我算講進修嘅時間啦。作為去中部啦，可能有嗰時學校嘅課程對自家有幫助嘅，就嚟報名上課安尼。哇！安尼黃太公，唐風嚟喺外讀到嗬最好上課嘅啲農夫。
真是的，你冇人家种菜啦、种米啊，就见啊，像你头都讲嘛，抢到个老人家，人都自家摸索，人体白谈讲安尼。送课送一通，送一个含喇叭，还送天二、天三个，对南部到中部去中央去送课呢。你送课也就卢卡会有乜嘅意見嘛？做農業也就。其實送課吼，對盧卡嚟講吼，我盧卡人咯，就因為講做農做嘛要送課。因為頭班人就講我講我拿腳頭過去做，我去工作。就用到耕田。今年時代都冇相同嘅啊，今年天時變化跟頭班都冇相同嘅。所以我去學習，我嚟改進，我嚟用嚟研究講吼，作物會好。所以一開始我哋盧卡人係咧反對嘅。希望貴去接嘅盧卡嘅事業都做嘅。做，迄陣都做到唔係，最起碼盧卡還有泰利沙嘅事業好做嘅。安尼休息也更加身體有個好冇？當然啦，一天休息2年吼，慢慢就會恢復咩，加上對農業嘛有把興趣，也把有成就嘅時間有嘛，做落就心情就冇相同，就個快樂安尼啦。身體都越來越好，都逐漸都有個校長嘅名稱都做嘅，都見人都做，耕田可以做。阿王太哥，除了安尼，盧卡支持你之外，結婚嘅嘛？結婚咧。聽講家也共樣有支持你，也個是從農係做嘛？錯，因為吼，而家屯泰利沙轉農嘅時間，畢竟做泰利沙係你有獨立啦。做農係你生意頭。嗰所以用嘅環境冇相同啊。我只咯也聽講啊，吼，對安尼田橋田嚟做啦，也會支持啦。好彩有家同支持，對人家是要能夠安泰幫助，錯冇？錯噃。哇，觀眾朋友，唔看王太哥安厲害、安用心呢，對本來係做泰利沙嘅，而家嚟做農業。唔過其他教種有個名稱，裡邊還有好多精彩故事哦。我哋休息一下，等下繼續嚟請教王太哥咯。上一趟我哋聽嘅王太哥讓我哋想做農業也開始工作，而家呢我哋繼續嚟請教佢還有乜嘅特別嘅故事吧？王太哥，頭先我又想問講係最後上課嘅農民嘛？唔過除了上課之外，我還聽講有去拿到嘅執照，錯冇？有。有拿到乜嘅執照，同我哋介紹一下嘛？執照吼，一個部分啦吼，就去拜哪位執照就係古位，因為係去人種古位有嘛，農業嘅就係古位嘛，所以也係你去拜哪位執照？去拜堂哥種古位也會執照啊？有啊，因為我第一講有種，所以你上課就會有畢業，就會拿一種執照本，代表講有上過一下課有一個點鐘到位，時間點鐘到位，就會收種執照本。都有啲認證工學過都做嘅。哇！一過來呢天二種咯，嗰有代表先咧，安尼執照用講嘅個重點。因為一個農業執照啊，對作物看算個重要啦。營養係咩？營不偏相同愛安尼有機時牌，哪有嘅？錯，有啲作物啦，唔相同。如果有農藥牌，唔能啲人藥嘅用。所以有個考慮到有呀，消費者食安嘅問題啊。食品安全嘅問題。錯，用農藥牌唔就了解應用用啊。冇一個牌冇去上課，冇去經過專業嘅知識嚟輔導啊。對用藥啊，就攏一概攏唔對啊。要從有些農民有冇可能用經驗嘅方式啊？凊彩經驗差唔多，一擺嘅作物用嗰度時，佢用經驗撒嗰度啊，結果踢到嘅。錯，係啊，茶樣係咩？水也相同。適量嘅水幫助對人幫助，過於踢到嘅變成了水中毒。如果所以一個強調就講啊，你要用東西就會唔好過量，我要遵守也安全的採收期，也就很多安全的農藥吧。錯。王太哥，除了呢兩種調到一個古味嘛，還有一個用藥嘅，還有其他個特別的證照。其他證照都有用處哈，除了農藥，還有乜嘢生物農藥。
生物农药就讲啊，就一种征兆啦。生物农药呢，就讲啊是除了农药有毒的有安全采收器以外呢，有很多生物制裁就无毒的。唔喷的唔撒伫安尼嘛作物当中啊，无安尼安全采收器的考虑啦。就可以个安全的有冇被消费者吃的时间就冇农药残留的问题啊。所以两项咯，就一个系农药，一个就生物农药。生物农药就两项都系安尼关于安尼消费者安全的问题啊。安利会唔过王太讲，唐唔是嘅生物农药，系马根可以同人介绍一下冇？农药都农药，还有生物农药，生物农药俗称俺哋农民都讲生物制裁啦。生物制裁当然多种包括俺哋有驱赶咧，菊这为一，也有密闭式密闭式嘅，菊这为一有乜呀？有苦楝油，印度苦楝油。有一种密系，一条虫的皮多有嘛，会比较，甚至于呢，有安尼，该开闭式有嘛，就安尼密闭安尼个窒息的作用，有油类，有矿物油，有载乙油，苦茶油，咩安尼乜个啲苦楝油，一条拢係属于安尼生物制裁，讲啊对一条生物，一条品种可以拢有。帮助的一种无毒的制裁啦。如果对人来讲咧，唔係化學嘅，對人都冇傷害。用嘅角度應該係生物防治嘅部分。一個也一樣講啊，我哋從嚟栽培方式就講啊，我哋含水時間就跟人自然嘅相同，唔可以先用化學藥劑去給做防治。防治等到我採收嘅時間之前，就開始在完成嗰啲生物制裁就輪流，就該完成啊，嗰無毒嘅依類該栽培，安尼採收時間就冇乜安尼採收嘅時間嘅問題啦，就可以連續採收來做得安尼啦。唐紅來講，佢講對一個食品嘅安全輕重視呢？係啊，因為食安咯，而家就客家人就會緊張，咪糖啊多農藥一兩陣時就特別緊張啊，所以糖多藥嘅都緊張，就緊張啊，係啊，所以一個冇農民冇自家嘅專業知識，來栽培安尼作物啊，對消費者也算一個保障啦。王太哥，既然講強調講注重一個食品安全嘅部分嘛，你係唔係有申請嘅產銷履歷啊？有錯，因為產銷履歷一個東西對消費者也算一個保障，對農民嘛算一個你算農產品的一個品質的一個保護啦。用嚟保護人哋。有啲人攞俾一般農民，你我講啊，我做嗰種無毒嘅啊，全部安全嘅，用最講唔係講就做得嚟啊。最起碼我做出一個包裝，一個包裝就會對人哋農作物嘅一個保障。唔可以講我從老闆嚟講起嚟就算啦，唔係啊。所以我哋會申請一個產銷履歷除了講我對這間農作物有保障，對消費者也有保障。消費者呢可以透過我哋咧，安尼嘅 QR code，產銷履歷 QR code 一掃描有冇？掃一個，名錄當個就會顯示講啊，一個產銷履歷嘅作用，連農民用嘅乜個東西，所有嘅栽培嘅過程，攏一目了然都看得到，攏講啊，能用嘅乜個東西，所以安全上跟栽培所有都看得到安尼啦。因為用嘅來嘅，有嘅車用嘅來嘅，地方用見用嘅種，用嘅乜嘅藥，種嘅年係萬年全部都有，全部攏一目了然，看的是萬年種嚟。哇，觀眾朋友，人哋賣出嘅時陣，記得到，看一下有嘅產銷履歷冇，安尼對人哋個有保護，又個安全咯。王太哥，我想了解一下講，有嘅產銷履歷用嚟去申請，係唔係真困難啊？產銷履歷嘅申請方式一個就講啊。我有開根號3萬人啦，9萬人啦，3個根，塞的根號嚟係申請啦。喇叭有人數人越多，申請嘅費用越少，因為一個算體辦可能結構會補助啦，補助講輔導人搶產銷履歷，可能過來去就可能就自家就會費用自費講來申請嘅話就會條錢啦。所以一個申請部分就好麻煩，就講要出錢嘅啦。申請嘅內容就講伊就提嘅咩，伊就會
哦，先飲下水，嗰個奶，所有嘅作物就唔種嘅作物，有冇咩所有啦，就單一項啦。比如講tomato，伊就飲tomato，佢奶跟水，係啦，係伊個評估，講啊，一個奶跟水好冇，做得冇，做得，咱搶嘅高啊你啊。你對佢是基本咧，佢嘅環境，種嘅東西嘅環境量好，也係快，咱可以繼續下去生產。最尾全部攏通過嘅，咱有個產銷履歷。係啊，糖烘來無簡單嘅哦，就一關過一關啦。同個尤其嘅供應米咧都要有標準路數嘅。哇！王太公，你唔看有上課，有去拿個執照，又有個生產嘅履歷係。你上講來，做農業都呀哈，係唔係有青島無共樣嘅故事？種感覺過辛苦，無想愛做嘅時間。哦，有哦。因為講田人講啊，看田食飯啦，看田啊，記得有一年講3年前嘛，有擺颱風就問題，佢下我種植咧啲小黃瓜差唔多面積有5分田，5分田，佢下落颱風嗰睇啊，間所有嘅啲咖啡啦，買嘅全部pom布掛全部做所有弄東西用，佢下一擺就全有多毛。就真是就係你一看到心情改唔好，講落工人嘅下落又，我也看到人亂七八糟又搶唔到又唔掉落啊，而家就全部自家裝，而下真是心情真是打埋冇，哎呀，所以看電視翻一擺颱風都冇，就一擺冇呀，就完全從零都開始啦，還有全部重新開始啊，係呀，哇！你最辛苦的都天災來時就真是擋唔起啦。不過除了天災，那種農損之外，還有其他嘅損害嗎？損害啊，其他損害就人為上嘅啦，人為又會，你話講嘅嘛？就講美農會研究咩？陳皮香番茄咩鬼流行啊？陳皮嘅頭髮多。就鬼流行嗰啲摘果咩？採果。觀光果園嘅種咧。觀光果園，家有做觀光果園啦。家下咯就講啊，本年他摘토마토也幾好，就嚟做看啦是。家就以一個盒背有冇透明盒，差唔多可以扛1公斤啦。公斤多係，就個透明盒夾一下，啲人咧可夾一下，原則你就帶出來一落就按你一般有來計算咩？而家香港按你來做看啦是，結果咯體擺開放嘅時間有冇？就人啊，你就嚟貪心啦，就想我大家是硬摘，結果硬摘，好夾下唔把唔帶出來帶走，哪一時都係唔把。結果咯喺春天嘅時節啦，我真是心鬼痛尿講啊！跪下啲叫那個風啊，那個叫那個風有冇？摘嘅帶唔出咧，鬼拉嘅地方，佢拉嘅方係看到心鬼痛，因為一全部都係人講咧，台灣人講人家模樣嘅，所有人係同行社照顧到睇，結果唔是唔係唔帶唔出，又講夜天嚟講，看到佢班嚟就真是係又講講哇，就唔想講啊嚟繼續做啊，仲係俾你摘過嘅你。你啊心情係啲嘅青，你糖烘嘅青農很呢。呀就你講心頭肉咩？米嘅路誒，全部係買得嘅東西，又食得嘅東西啊，弄起嚟啦，青唔辦得咯。錯。觀眾朋友，你看人哋農民辛苦1年嘅成果，風災一來，掃一下都全部冇起嚟。還有觀光果園，結果因為帶唔出來，帶唔起，結果冇嘅奈落去，安弄起咯。希望大家可以體諒人哋農民嘅辛苦，吃一道就帶一道。休息一下，我哋馬上過來哦。上一趟我哋聽嘅黃大哥介紹佢嘅故事，聽嘅토마토本人冇咁耐落去，錢唔盼得咯，係咪啊，黃大哥？係啊，當然啦，即家嘅農作跌啲天啊，真是大滿版的。不過唔看到安尼嘅情形有冇？後背後市面還有開放一個觀光果園嗎？後背時節啦，有開放今日農會推嘅呢白玉蘿蔔古董飛，一個古董飛就講也用意就講
民众来跟农民认购安尼落皮的田，好差不多4到5平的面积，好一股好大约差不多就500个家私，好来跟安尼农民合作，就来分安尼民众来帮落皮的，所以一个中间咯，又要开放本农安尼买本安尼消费者来帮落皮的啦，一个。就講啊，原辦嘅時節研究唔穩當係，全部睇細落皮咧，嗬，就全部帶過去。用按貼片咯，啊，同埋到人家可能帶唔注意佢都冇嘅，啊，落皮咧佢都放空嚟，偏偏佢睇細全部都帶走啦。錯㗎，因為一算古董啊，古董，人自家又出嘅，又要出錢又出皮料，全部要驗呢啊，所以冇分乜嘅睇細條，咪講鬧個銷唔係嚟愛。全部通唔咗帶過去，全部啊！我所以冇乜嘅地啲天啊，我唔打敗別人棒球油啊！查一次連奶都冇人，查一次連奶都帶過去嘅啊！講那個除了平常唔自家睇港片嘛，啊，其他農業嚟拍嘢就發通。那韓堂講唔自家有一啲品牌錯冇？錯。啲品牌很多香草鹽。錯，按你咁做法。錯啦。怎麼佢會想到做一個品牌咧？做一個品牌嗬，就講啊嗬，我跟市場嘅安尼農作物有個區隔啊。唔係講佢嗌東西用嘅，還是啲菜市場跟菜市場有乜兩樣？有個香草鹽一個名詞嗬，就本消費者講啊有認同，講啊一個香草鹽係安全嘅蔬果。就咯呢方面咯，就可以喺啲網路上，可以跟嗰啲客戶啊，可以互相嘅聯繫，也可以看得到講啊，嗰啲農民，種嘅東西一條嗰啲動態，所有嘅都看得到啦。所以一個創立一個香草鹽嘅嗰啲名詞，還是對消費者跟嗰啲農民都有幫助嘅啦。我那講啊，有個品牌會主打嘅安全蔬果嘛，咁用辦咧揾到安全蔬果。安全蔬果也定義就講啊農作物咧農藥嘅籌標咧冇籌標，係安全嘅範圍嘅 PPN 地位，也甚至於做到 ND 就講啊也冇農藥殘留，所以一個安全嘅蔬果，包括幾年政府推動嘅4張1 Q。4張1 Q， 4張來事業標章咯，就提嘅就安尼有機嘅認證，係有機嘅認證嘛，個位就還有安尼台灣嘅優良農產品嘅標章，個位還有再來就係產銷履歷認證，個位就GMP，GMP，安尼4張，1 Q 係乜嘢啊？就一個就是 QR code。QR code 也用於就講啊，一般的消費者拿到農產品數據嘅，一眼來掃描就可以看得到一個農民種很多乜嘅東西啦，還有自家品牌故事，乜嘅所有嘅介紹，攏看得到嚟啦。都用嘅網絡同嘅日新嘅科技都錯嘅，都可以看得到人哋食嘅東西，人哋農產品裏邊到底有乜嘅，會唔會有乜嘅故事安全冇？有一個4張4個標章，同一個 QR code。錯，也就目前政府的推一個4種1 Q 啦。也係一個品牌嘅初衷嘅部分嘛。錯，因為一個冇標章冇人哋啲農產品好壞啊。一般咧冇標章就跟路邊攤相同嘅意思啊。都從自家後背種嘅有冇？自家都卡種，係拿種嚟表現。所以一個算個重點嘅東西就係標章就代表人農產品咧你保證啦。不管用嘅，看到一個標章，都一聽底下講一個食物係安全嘅。錯。除了安寧嘅品牌推廣嘅安全蔬果，特別有哪條產品啊？佢目前啦有安尼米係米就有產銷履歷，嗰個토마토也有產銷履歷認證，嗰個安尼包括還有安尼落皮咧，係保修，我哋攏有安全嘅標章嘅呢包裝啦。用這個品牌底部都看得到買得到，用嚟去買送面嗎？我就講啊，唔聽係香草園留言，看到係動態，種嘅東西有隔意，有上去食，就點解咧 FB 當個留言，講啊買乜嘅，所以幾方便有好冇壞啦。都送面去搜尋人家品牌名，香草園都錯嘅。
对。哦，王太哥，你睇到千好奇帶過來同你出嚟後背人哋嘅獎牌，係一個係乜嘅東西啊？一個米哈，就係做嘅小籠無底米啦。一個包裝就有分2公斤跟1公斤啦。哦，安尼可以拿空來看一下嘛？哦，做得啦，做得啦。哇，一個係1公斤咧？係差1公斤嘅包裝。哦，一個係你米嘅包裝都一個。錯。哦，咁啊嘅。我一直很好奇，條到有講到嘅小籠無底米小米嘛，一個名嘅可能唔知㗎，學嘛？一個米哈，小籠無底米嘅來由就講啊，設計師啊，人哋攏會熟啦，就講啊，底下講啊，人攏啲田講多年啦，笑啦，就是你講啊，各國的語言啦，面帶笑容哈，都是大家都是覺得說很快樂啊，所以。我按一個小籠無底米就講啊，食人米哦，剛剛過後食人米哦，我感覺過幸福啦，我想微笑着，對啊，就面對着大家嚟啦。中國年輕快樂，本身的年是還也輕快樂，哇，真好咧！你看下個包裝啊，同平常人看到嘅米嘅包裝冇咁樣咧，平常嘅真空包裝錯冇，一個用嚟會想到嘅啥嘅一個？一個因為哈，也冇相同，因為一般哈，人家攏用嗰啲真空包裝，冇就嗰啲。塑膠袋啊，加鏈袋啊嘛哈，因為我會用一個就剛剛講一比較創新一點，就講一個台哈，就係對日本進口過來嘅，一個米子就類似講啊，跟日本的米子一樣嘅，清好食，不所以仿日本的這種設計來做嘅啦，哇，觀眾朋友看到冇？有個包裝，請講，請等一下呢，日本過來嘅，還有啥幾個嘅哦，有1公斤呢，還有2公斤呢，你看。還有我哋王太哥嘅笑容哦，請等一下呢。王太哥，這個除了種東西，皮下嘅發通經營有個品牌，頭頭有聽講種嘅蘿蔔咧嘛，白玉蘿蔔。有個發通每年都有嘛，放嘅蘿蔔咧。有個發通嗬，幾乎講嗬，每年都有。每年，錯，也每年都有，因為白玉蘿蔔嗬算。季節性的作物嘛哈，我秋冬一團哈，能有嘅啲發通啦。所以每年哈，我哋農民都跟農會有嘛，我有批下邊喺度發通做綁蘿蔔嘅發通嚟啊。可以報名嗎？一個報名哈，從每年嘅10月份到10月半一團哈，我注意講啊，民農農會嘅啲白玉蘿蔔股東會啊啲嘛。嘅動態啦，因為啲安尼嘅粉絲專業有嘛，頭一條動態，我安尼自家去注意一下啦。哦，佢說我自家去掃描，然後打電話去農會門嘛都得。哦，自家去農會門都錯嘅。有個綁蘿蔔嘅地位係唔係真神奇啊？有個綁蘿蔔了有安尼相片可以看。有個你看有個發通出來呢，就一股喎，就差唔多一個凸嘅跟一個凸嘅。間隔就出來啦，各位咯，人咯就衝按度，一下位就還是你講蝗蟲過境有嘛？哇！就所啊個就全部就種平哦，就冇東西連錯啊哈，就會滷冇辦法。所以有個發通哦，一多年啊，有個一股哈，差唔多大約差唔多嘛，會有啲安尼消費者會有10個人，你講一分田就有55股，一個人一股就差唔多就5-6個人。大啊好，啲發通差唔多哦，攏有幾啊百個人有嘛，啲發通安尼啦，也就所有嘅情況就安尼。哇，還有4年嘅就差唔多。哦，有4年嘅，但係基本因為幾乎哦，攏會用家庭有4年嘅有嘛，攏會有爸爸媽媽，甚至有阿公阿媽，我嚟田橋巷來做一個綁蘿蔔嘅神奇安尼啊，幾乎講大老少咸宜啦，冇分太細嘛嘅，幾乎連4年嘅都綁起。啲蘿蔔咧啊，4年嚟又綁起，一啲3-4年嚟嘛，總有攏綁起。蘿蔔你唔係生一條嘅泥地俾應該千塊綁啊？唔係，有個種唔係講條綁人哋特殊時節啊，把蘿蔔要阿公阿媽嚟綁一條蘿蔔咧，唔係，其實蘿蔔咧嚇，而係咧筍嘅，有奶盤咧筍嘅，所以一綁嘅時間哦，佢骨強筍嚇，所以慢嘅醫就好嘅。哇，有個古董，可能喺某個時間，從店家可能報名拿錢，可能都係古董，也係睇值錢啊。我先完成報名書修，本哦費錢本農會。哦，農會費好嘅，嗱度費錢好嘅，嗱度完成書修嚇，如果誒差唔多有乜個咱叫綁蘿蔔咧，還是做乜個有乜動態嚇，
也安尼农会会有安尼粉丝专业会公布，来叫我帮落配咧，乜个情况，落配生长嘅情况嘅，就乜个。几乎讲农民做马西嘢，就会摄会摄张相片，会上传上去，本咧就互动款安尼啦。阿王大哥，以而即个经验嚟讲，更加青岛后生嘅啦，我从我过来从事一个农业，做以即个经验，可以帮人哋后生嘅啦，也系讲想去从事农业一条人，大家嘅建议，也系讲即个对一块未来还有乜嘅计划嘛？讲实在啦，耕田真是过辛苦啦。哎呀，因为一个后生来过来耕田哦，我有个方向啦。最起码讲啊，唔会做农，唔会做错，唔好讲啊，意味着讲啊，你讲啊，买土骨干啊，你一做啦，唔会做错方向。所以研究咯，政府咯，几多啊推动几多课程，后呀几多啊你。做做农的栽培技师的课程，所以鼓励农民青年农民就讲啊，来去参加政府的一条课程啊，来增加自家知识，品牌做好来，来提升自家的农业知识，应用进展，应用成功，都是非常未来的一个方向啦，未来的方向。也希望大家可以做到安尼，系啊。观众朋友，今日听嘅王大哥按精彩嘅故事，而家讲人哋做农民要用心，也要上课咱可以做到品质好嘅农产品，本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欢喜。也希望讲未来我从事农民咧，大朋友、小朋友可以像王大哥咁样，可以安快乐来耕田，来做农业，好嘛？今日请感谢王大哥来到现场，带俾我哋按精彩嘅故事，多谢。感谢我哋主持人，感谢我哋各位观众大家。迄时都对我哋咧有产品有兴趣，可以上网查香草园三杂事，大家去可以进入我哋咧香草园的粉丝专业，也可以买到我哋咧安全的农产品。希望大家要记得咯，所有研究嘅，我哋田顿老师来做运动咯。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又来到好好运动的时间呢。我是王振祥，来自于屏东县长治乡刺激导演屏东分会。一篇呢是陈先生，一篇呢是刘先生。我今日所介绍的呢是交叠松参。交叠松参呢是我哋呢筋骨的表现同腰骨的表现。所以我哋坐骨神經呢，係我哋做嘅一個交疊鬆身呢，係對我哋呢坐骨神經同我哋呢大腿個有幫助嚇。今日都嚟做一個示範。首先呢，我哋做開刀，做長蹲呢過嚟呢，我哋呢拿起我哋呢右腳，並呢到我哋呢左腳嘅後背。左腳嘅後背踢下呢，我哋橋先同我哋呢延伸橋張來，我哋呢兩個腳盤打開來，打開來過後呢，我哋樣，我哋參與來過後，我哋呢用我哋呢思維，我哋呢調我哋呢肌力，所謂肌力，鐵人也唔忙，鐵拳也做唔得，所以我哋做嘅時間呢，我哋所調我哋呢肌力調好些來，先按呢思維坐下去。思維坐下去以後，我都坐唔下樣嚟啦，唔怕嚇。我哋對，我哋呢左腳墊下去，用我哋呢思維嘅力量呢來頂我哋呢腳，壓縮我哋呢腳，我哋呢腳先墊鬆落，同我哋呢腳呢先墊鬆嚟肌腱過後呢，我哋拿嚟做，用嚟而嚟做示範講啊。咁我按嚟墊，同我嘅延伸有乜嘅幫助呢？有，伊嘅幫助呢，同我哋呢腳嘅筋頭，同大腿嘅筋頭，腰骨嘅筋路，推撞一個順勢啦。個順勢呢，我哋注意事項呢，一定要注意個，我嘅腳腳下去嘅時間，我嘅腰骨同鎖骨冇中央，唔可以屈對我哋呢關節冇幫助。我哋墊嘅當中呢，我呢頭表喺到左邊，我嘅鎖骨左邊嘅鎖骨打出，我嘅鎖骨打出，我用鎖肩頭力量推我嘅思維嘅力量，利用我思維嘅重量來轉我腰骨
爱个吼，也迄定对。讲我哋按样讲定的时间，我要注意嘛个思想，要注意讲我的定下去，我的事物有法度，天天来安尼转磨。转的时间，我一方面有压到我的小腿的肌肉嘛，一方面我小腿的肌肉喺我转的时间，我一定要表松来按摩到我的小腿的肌肉。肌肉表松，我哋行路的时间都会够强壮，够强壮，够让我哋嘅腰骨、坐骨神经会被表松。坐骨神经，当然坐骨神经咧唔好，讲係坐骨神經上骨刺，也會壓到我。一方面喺我哋嘅四活臀咧梨狀肌又壓縮到我哋嘅筋路，所以我利用安尼嘅方式來定也個做也個運動，幫我哋嘅坐骨神經表鬆來，所以比咱唔會有會觸到我哋嘅比算運動吼。也係一個，再過來講啊，要注意呢，注意事項都幫我哋做嘅時間。第一方面，我哋嘅手棍有掌握，我坐下去，我用我思維安尼天天嚟定，也係我哋觀眾朋友初學嘅時間，我哋安尼坐下去，用我思維嘅重量去定我哋嘅轉我哋那個吼思維臀。本我哋嘅思維臀嘅肌肉，同我哋嘅坐骨神經腰骨嘅肌肉表鬆，也個一個。再過來呢，我哋要做嘅呢，第一，我哋左腳喺前面，我哋嘅思維臀要向左邊蹲下去。蹲下去嘅時間呢，第一，我哋盡量坐，可以蹲咧都坐一天啦嚇，唔多坐一天啦嚇。怎樣樣來，我哋嘅手棍要表鬆來，幫我哋狀況起來嚇。做幾下，幫我哋嘅坐骨思維臀嘅嘅梨狀肌呢表鬆，我哋嘅肌肉所有嘅嘅筋路，那唔會壓縮到我哋嘅筋路。也係嘅，點解呢？觀眾朋友，今日我示範我嘅左腳，再過來呢，我示範我哋嘅右腳，我哋表下來，表下來呢，我哋腳丫呢，一樣嚟先一下休息一下，再表一下，我哋開到，再後示範下嚟，我係穩腳，穩腳呢，再過來我調整我嘅眼神，我對我左腳向後背傳出來，表嘅到我右腳嘅後背，同樣我嘅腳係走。腳彈呢打開來，打開來，我先對左邊、右邊呢就定下去。我同樣調整我嘅手棍，我嘅手棍按呢鐵嘢，我無法度做，我調整好勢來。吼，同樣我定嘅時候，因為第下我定會過行無法度做按元素，我哋天天嚟定，天天嚟定呢定到我哋嘅手棍。我哋嘅腳棍比較鬆嘅過後，一方面我哋喺安尼做嘅時間會壓縮我哋嘅骨倉，本我哋嘅骨倉呢不係虛血還過好一些，本我哋嘅筋路骨頭比較軟縮，我哋嘅人講筋路軟縮，我哋嘅眼神那會好。所以定嘅時間，我哋天天呢唔好急呢會喺我哋嘅眼神舒爽，會喺我哋嘅筋路幫到。所以我哋在做嘅時間呢，第一要注意嘛嘅，我哋按呢下去，我定對下一片嘅時間，注意看觀眾朋友注意看呀，我一片嘅腳有壓到我嘅小腿嘛，小腿我按呢壓頭是我嘅小腿。我嘅小腿呢，我要按嚟去牽動我嘅小腿，因為我哋行路嘅時節，我哋嘅腳小腿無法度表鬆，我利用左右嘅交疊雙身，幫我嘅小腿好好啊舒服。我哋牽嘅時候講，哦，骨鬆軟咯，啊個冇唔錯，也骨鬆軟都表示我哋嘅血氣筋路，我哋啲做一個循環嘅按摩，比如做一個順，所以按你壓過去呢，我哋那撞出，好多陣嚟，再表上嚟，師傅臀呢，
让呢天天的下去，停下去的时间呢，我可以用我眼神的力量转到倒呀。我倒呀时，我可以停留一下做乜嘅？就是按摩我的小腿，本我的小腿呢肌肉表爽，也係嘅嗬，也係一種嘅示範講啊。我哋按嚟做，我腰骨有鬆毛，我頭起本我哋氣頭有圓毛，氣頭圓，我哋呢眼神嘅肌肉筋路都會充滿陽氣。充滿陽氣呢，會幫我哋嘅眼神個強壯、個歡喜、個元素，也係一個嚇。而家觀眾朋友，我所示範嘅呢係交疊上身，我嚟做一個左右完整嘅動作，俾觀眾朋友看一下嚇。而家我做係左邊呢，我而家回復，我腳樣呢一樣呢，我嚟做解一下，我開到嘅姿勢，幫我嘅腳。表上，數表上，再一次，我左腳拿放起來，左腳拿放嚟向後背，拿到右邊。本我哋做時間呢，做嘅時間要注意講啊，我按嚟參，我利用嘅鏡頭有表上嘛，鏡頭表上，唔好鏡頭按嚟鏡頭會實啲啦嚇，按鏡頭表上，本我哋呢將佢買。喺鏡頭地方，所以做嘅時間，我喺腳底呢，我喺左腳喺前面，我對到左腳左偏斜，我喺右腳喺前面，我都對右偏，也係注意嘅地方嚇。注意地方呢，就講啊，我喺左腳喺前面，我都係對左偏定下去，也注意嘅嚇。我喺左腳喺前面。都係注意左偏定下嘅，對右腳前面啊，都係對右偏定下嘅。也有乜嘅好處呢？一方面訓練我哋嘅筋路骨頭比表元素筋路變好了，幫我哋嘅關節按摩也係關節功法之一。關節變好了，按摩後幫我關節充血嘛，幫我哋嘅血氣循環過好一些。也係做一個哈左邊的示範，而我做右邊的示範俾觀眾朋友看哈。所以在做嘅時間呢，我嘅左腳變喺右腳嘅後背。第一種嘅時間呢，也係一個示範講正確嘅動作。第二時間我哋規身嘅肌肉表現。用我哋嘅四五臀嘅力量對轉都好嘅，所以我規身咧都唔是出力，都安尼。觀眾朋友，受到我所介紹嘅呢係交疊上身，交疊上身呢係幫我哋呢筋路表現嘅功法。觀眾朋友好，我聽我哋來做，希望大家人嘅眼神看看，下一次拿來了。